金曲歌王林俊杰从西洋情人节起一连4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陪粉丝一起过节。圣所巡演去年3月自上海起跑，台北场唱完后累积场次至34场，粗估进账超过11亿台币。高难度的倒吊姿态现身，眼睛还用特殊设计头套遮起来，双手打开还有翅膀设计。林俊杰整个人在高空中翻转演唱，让粉丝超惊喜。以经典歌曲《1000年以后》揭开演唱会序幕。曾经因为要倒吊演唱而努力克服惧高症的 JJ， 如今看来已游刃有余。金曲歌王 JJ 林俊杰，他第5度站上台北小巨蛋，圣所巡回了1整年，终于对台湾歌迷兑现承诺。适逢西洋情人节，他也在上跟粉丝告白说，情人节可以跟大家一起过，真的很幸福。更甜蜜为台下的情人们精挑细选了限定曲目，全场观众高分贝的尖叫声，差点掀翻小巨蛋屋顶。艺人林俊杰，情人节快乐！虽然我觉得让台湾观众等很久，但是我一直都蛮盼望的，就是在这些年里面办过这么多场演唱会，我希望台北的观众可以有一次的机会，见证一次我最好的状态。这是林俊杰出道15年首次在小巨蛋挑战连续晚4点演出，也是巡演亚洲站最终场。圣所巡演去年3月自上海起跑，台北场唱完后累积场次至34场，粗估票房超过11亿台币，可见林俊杰超高人气。